各位平安，真欢喜，搁伫咱主日会当看到大家，咱要开始今日的敬拜，请大家安静心，备办敬拜上帝。因着俄罗耶和华，伫正直人的会中、甲公会中，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耶和华所做真大，更若欢喜伊所做的，拢要查考伊。伊所行的是尊贵威严，伊的义永永伫地。即时，咱要请敬拜团带咱做伙，用俄罗的歌来调起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即时搁一届用诗歌来俄罗感谢咱的上帝，请咱一同去，咱来大声来唱歌俄罗，嘛毋望主透过诗歌对咱来讲话。第一首咱来吟圣诗第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咱来吟3节。请咱齐声感谢上帝，听叹人民到万世，圣经讲世世理成会，是阮救人赦免罪，上帝恩典极大无比。耶稣为咱来受死，咱若可以就拢免惊，到尾阮当会较赢。上帝圣会变满天的，原本咱人是一家。欢喜心
宝贝，上帝圣会无论路由，我靠基督就地救，富贵贫贱无分彼此，天的只有一个主，原本注定天顶成熟，甘愿降世受艰苦，真叫人类脱离死罪，因带情人入圣会，明心每日保护照顾，湛蓝好达行天路，对主脚步坦然来行，到尾稳当入天城。我的生命献给你。我这首用华语来唱，我们继续用祷告的心来向主颂赞。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跟随耶稣，我的主。感谢主，愿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要继续咱徛的，咱今日要用信心头前第13页使徒圣经来做咱个别信仰，请大家跟我做伙来个别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人情投胎，伊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内受苦，第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三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徒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请大家跟我同心压头来祈祷。感谢大权能的主啊！这是阮满心的感谢阿罗你，感谢你创造一切水的物件，感谢你看中阮，将阮排伫世上的头一位。伫阮还袂认错悔改的进程，你已开始白白疼痛阮、爱阮。明日啊，天父，因为你是检察阮心的主，知影阮灵性甲身体一切需要。求你的恩典灌满伫阮的忧愁中，互阮有气力来应付要临到的一切事务。求你引带阮行过各种头前困难。无论在身体上、精神上、爱生活上，拢祈求你的支持。里面人天父，阮伫即时啊，特别为着教会来一寡身体欠慢，还是内心有艰难的兄弟姊妹，来迫切求主你的扶持。求你怜悯医治因，赐下安慰伫因的心上。阮也要为着伫外地求学。也是今日因为工作的事故，无法度来教会兄弟姊妹祈求代祷，求你顾守因、扶持因，使因平安伫即个因的身上。阮是天的爸，阮也伫遮搁一届要同心合意，做伙来祈求主你赐福中兴教会，互阮会当共心，求主你用圣灵来感动阮，互阮伫主内的每一个会友。毋敢若会彼此相听，嘛会当听主你共款的话，来做主你爱阮做的大事工。阮也要伫今日的敬拜中，用懊恼、用感恩、用赞叹的声来感谢你。求主你感谢阮今日伫礼拜中所有的敬拜。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我们
咱真感谢葫芦团契今日为咱带来一条歌，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我想这条歌毋敢若大家拢真熟悉。我想这条歌伫每一个人的心中，拢是恁上爱一条歌，因为咱真有这个福气，咱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既然是耶稣做咱的朋友。这时咱要来做伙共读咱今日的圣经。咱今日圣经要看的是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4章，咱要伫第7节看到第8节。首先，我要用台语来念，请恁注意来听。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安尼讲：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已经尽，行走的道路已经守所行的道理。打了后，有义的免流，甲我避办的地，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使伫迄日要互我，毋但互我，也要互见那心慕伊显现的人。过来，我要用华语，请大家注意来听，我来念。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到第8节这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时咱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你今日所分享的题目是美好的前进，美好的战争。那请蔡长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在风雨中，我们仍然到你的面前来朝见你。主，你的福分是这么大，求你降临你的圣性在我们中间，让圣灵充满着我们整个的圣殿。让我们领受主你的话语的中间，我们融入我们的心，将一切的荣耀归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天姐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跟隔壁的人用心里讲平安，用祝福的心跟他讲平安。我们非常高兴各位到这里。虽然说台风来，有已经讲过了，台湾就是台风来就会弯掉哈，所以对我们来讲哈，我们还觉得很高兴。还带来一些雨水，但是我也不否认，这是花莲的地震，也让我们心情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心理准备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各地有饥荒、地震，那是什么？末日要到的一个预兆。末日的条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各地有饥荒、地震。我们看到整个的极端的气候里面，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是应该要警醒自己的。我们要每天打仗，我们说人生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的战争。我们最大的敌人、最多的敌人就是什么？就是自己啦，自己是最大的敌人。我们为了人生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心里要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今天圣经里面。也许我们都在告别式才看到，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准备了主的来临。其实保罗先生讲我觉得天堂是好的、美的无比呀。但是我在世上还有我应该做的工作，天顶叫你那水，但是世间上要我应该做的工课。所以我到底这为了呢？为了要传福音，为了福音的功课。这个礼拜五我们在那个丽霞姐家庭礼拜。丽霞姐就讲了一件事情，说，文女长老刚离开的时候，她根本不敢进入她的家，因为她一个人好寂寞，会怕。晚上把窗户都关起来，因为前面看的是松山机场，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所以一个人晚上有时候把电视打开，让电视的声音在那边响，觉得有人，好孤单哦。然后之后开始有人陪伴她。那之后，他心情慢慢的平复，那开始感受到我们是个大家庭。咱伫世间的日子无偌久，总是孤等那在天顶各三季，我们在天堂仍然能够相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在给各位看一个影片，来，我们来看一个影片。这是一首歌，这首歌大家都会唱，但是我们不用听就好，一边想它的歌词。稍微大声一点的。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OK， 好，来，我们来回来，我们听这首歌，其实它有一个背后一个故事。这首歌本身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亚萨歌。这首歌在印度发生的。印度的传教士，那么到格罗族，那个传教士威尔士到格罗族里面去传教，传教了很久很久很久，传到足久诶，终于有一家信主，这家是全家信主。等信主以后，这些格罗族的族长很不高兴啊，就不欢迎印度教很盛行啊，想要你在信这个洋人的教，你得去信基督教，你讲我生命得救了，讲安尼来转全家。伊跟太太两个囡仔拢甲拔大条啊！弓箭手准备。如果你现在说我放弃耶稣，我要信我们的印度教，那我就放你走。弓箭手准备。那个人还是站着，跟他讲得很清楚，我就是要跟随耶稣。先把两个小孩射掉，啪啪，那是当场死掉。可是脸带着笑容，他看到这个人本身就很安静的、很镇定的。组长又问他：“小孩子生在有，我把你两个小孩子射掉，如果你悔改的话，你现在改说我不信基督教，这样的话我就放过你跟你太太。”他笑一笑，我还是要跟随耶稣。来，把他太太射掉，弓箭手含着眼泪。把他太太射掉，他们都是好朋友。轮到他一个，我留下你的生命。组长说，只要你现在讲说，我放弃耶稣，一句话就好。众人在我面前讲，也让我有个面子。你说你放弃耶稣就好。那个人笑笑，看着天，看着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小孩，都已经被射死在整个被绑在木桩上面，他还是说：“我还是要决定要跟随耶稣。”然后眼睛就闭起来。那个组长含着眼泪，这是他最好的朋友。弓箭手也含着眼泪，一直看着组长：“不要好了吧？”组长手一挥，那个人当然就死掉。一家4口就挂在木桩上面。他转身去叫这个传教士，跟着威尔士讲：“你不要再传教了，好不好？你看，你害了一家4口。”传教士走到他们的前面，眼睛闭起来：“该轮到我了吧？我一直等待说到天父那里去。”他用很蹩脚的他们的那个语言，格罗族的语言跟他讲，非常蹩脚，说：“我很高兴到主耶稣那里去。”就站在他们面前，该轮到我了吧？该轮到我了吧？那时候弓箭手手一直发抖，一直发抖。那个组长一直看着他：“你们为什么都不怕死？我们在世上时间很短呐，死了可以到天堂啊，死了可以得永生啊，死了是美好啊。”组长听完之后，内心一直颤抖，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做工啊。组长突然跪了下来，弓箭手也跪了下来。组长说：“我也要信耶稣。”
3个弓箭手说：“我们也要信耶稣。”之后整个族人都跪下来，我们也要信耶稣。那人走过去，围着这4个尸体，抱着他们。格罗斯说：“若你们要信耶稣，他就讲很蹩脚的印度语跟他们讲，耶稣，上帝派来拯救我们，之后他会再来，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这4位的弟兄姐妹们已经到上帝那里去。”整个族人说：“好，我们愿意信耶稣，我们愿意信耶稣。”从这个族传到那个族，印度教在那个地方传遍了一大片。为了耶稣，我决意跟随耶稣。这个格罗斯回来之后，把他的见证写成一篇文章，诗人就攫取他这个文章做这首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全世界都传遍了。为了耶稣一家人，为了耶稣寻教，整个族、整个地区的人都信了耶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征战的必要啊！我们有时候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要不要信耶稣？为了耶稣，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身体怎么不太稳定啊？他呼吸有时候困难，有时候身体很不舒服。”但是我们信耶稣什么？身体有平安呐！我今天早上一来看到我们许爸爸，我还跟他拍他胸部，哦，他现在他说比以前更健壮，胸部就挺着给你打，感觉上就是很美好啊。我们教会目前有5家人口确诊，现在有确诊的弟兄姐妹已经来做礼拜了。但是现在确诊，其实我们尖山也有很多人确诊，可大家都是怎么发现的？也就要去医院探病，或者说要去医院那个手术做什么的时候，那突然被检验，快筛说：“哎，你是阳性哎。”他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哎，你是阳性哎，所以他就会隔离3天。那之后去开筛，哎，3天以后变成阴性。所以现在大家觉得好像中 COVID-19 不是那么严重的，已经流感化了，可能10月份以后就整个要降级解封了。但相对的，我们信耶稣，纵然 COVID-19 最危险的时候，那么是相当信耶稣啊。那记得说这是征战啊，因为那个征战不是干那跟人对人的征战。所以我们觉得说，人生是一个人的战争，是吗？其实我们要讨论呢，人生不是一个人的战争，人生我们对抗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我人与人之间，我跟政委，我们2个对抗，你比我年轻，不给阿秋吧？这不是人生哎，人生我们要对抗是什么？天空掌权者哎，现在天空还有掌权者，我们不怕，撒旦退去，不免惊。在咱一生的中间，咱有偌济的坎坷，互咱心操烦、心烦恼，总是恁来知，这代志会过啊。若信耶稣，这代志拢会过啦。我无相信在座每一个人，这世人的中间生老病死，无一个人讲哦，我这世人过得遮快活的，逐项都有足满足的。其实，如果你信耶稣，你就会感到那是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平安。那个平安。你会觉得心理上的感受，所以说给你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我们要跟属灵征战的，而不是跟我们这个世界上是血气的、是肉体的在征战。台湾，我们要打那美好的战。在台湾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什么？就征战。你看，我们快选举了，11月26号要选举。台湾的选举有个特色。那外公选举，在外国的选举，外国的选举都打说我的政见，如果我单选以后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而且外国人很注重政见哦，你讲的话就一一检视哦，你讲的话你讲不出来话，你若无照那做，后边都不会算你呀。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基本的法则。但是咱在台湾看咱的选举拢无咧讲政见啦。我又要怎么做？然后有时候政见讲了一大堆，吹了一大堆牛屁。如果我当选总统，全部免税，每个人分配1间房子，
这个政见吸引不吸引人？很吸引人嘛。问题是当选以后，他就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我讲都没准省，对头顶开戏，不对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讲了一句话：如果你要害一个人，最好叫他去选举，他会将你祖宗18代，不管什么事情都把你一些丑化，这样对吗？圣经要我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以免被人论断；不要定人的罪，以免被定罪。我们要不要说一些造就人的话，说一些正面的话？在世上有很多的争斗，没有错，我们倚靠上帝来得胜啊！从伊甸园开始，善恶树跟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里面，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是善恶树。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智慧增加啊？其实上帝不是说不让你智慧增加，因为见会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其实当时上帝种这2棵树，创造这2棵树，最主要让你考验你，他给人有自由的意志。那在这每一个人拢有他家己思考哦。总是这个思考上重要是安怎？你是要挖滚上帝，还是要挖滚个人的肉体？咱所以是安怎？我要甲上帝比较。上帝是要让你选生命树，你如果选生命树，会跟上帝连结呀、你的生命会跟上帝连结啊。可是我们选的是什么？我要跟上帝，你同样有智慧；我要跟上帝，你看那个天使长一样，那个变成魔鬼，我要跟他一样好有权力，跟上帝一样好有 power， 跟上帝一样好伟大。所以从创世纪开始，男人我们的人就以魔鬼为敌。我们现在在征战呐、你看在十字架上，定的咕罗地，哥哥他就是那个陶康旺那个咕罗的地方，都是埋葬死人的地方，是埋魔鬼的地方，整个的十字架就定下去，因为我们要打赢这个魔鬼。我们在世上就是跟魔鬼在征战呐、我们所看到人类第一桩的谋杀案，该隐杀死亚伯，该隐杀死阿别。第一桩的谋杀案，为什么？出于什么？嫉妒。嫉妒是人类非常要不得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经常在嫉妒人，魔鬼最好利用的是我们的嫉妒。为什么他比我好？凭什么？我比他更用功，我头脑比他更好，我家教比他更好，为什么他就是比我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不要单顾地上的事，要顾人天上的事啊。或把人好的时候那个拍拍手啊，祝你那好呀。请你跟隔壁的讲，你比我好，你比我好，爱出于心里你比我好，你比我好。我们要每个人跟你讲，你比我好我们看到每个人要看他优点呐、如果你每个人光看他的缺点数都数不尽一对老夫妻人家说你们怎么可以结婚这么久？有时候秘诀，你先生有没有缺点？我先生的缺点你赶快问我林某书，问林某书的缺点是像天上的繁星那么多，那你们为什么还这么恩爱？可是他爱我就像太阳，太阳一出来，星星就不见了。我们如果光找缺点哪一个人没有缺点？上面人无缺点，那你兄弟姊妹中间，你若无缺点，人请你正牙手，我看一下。你唔通来做礼拜啊？因为教会是要做人来做礼拜。你要是完全的人，你是一个义人，你都无完全无缺点，我想你免来做礼拜啦。你甲上帝平等啊！总是世间无一人是完全，咱每一个人都有罪，亏欠上帝荣耀，每个都是罪人，有亏欠上帝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要自己知道啊，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要做什么？要努力征战啊！因为魔鬼像好事，魔鬼就好使啊，世界变油咧吹吞食，也当吞食的人，咱拢爱做细致的啊！那在教会内底保护条条，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安全的。可是你要出去跟外面征战你不是一天到晚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都在教会里面。你要出去外面，去外面就是征战，诱惑太多了，好多的征战。所以我们跟死人的征战是主耶稣基督跟撒旦2个人在阿丘巴，2个人征战所以我们要顺着圣灵，
而不要跟肉体征战，因为我们情欲跟我们的灵命是在征战啊。什么叫情欲？世俗的情欲很多你们觉得，你有时间你坐下来读经，还是坐下来看一些黄色小说？你看黄色小说比较好玩嘛，偶尔调剂一下。我们会自己解释看一些电影不应该看的电影，看那些什么不应该有的影片，做一些坏事，觉得人心理上就充满着一些罪恶。有时候做坏事，讲逃班追个干嘛假低逃班的物件，这个我承认我小时候点来去讲逃班那个干嘛米逃班把两个蛋多那个破竹 K， 把那个番茄采完，你偷采番茄就丢在埔子溪，然后就把衣服全部脱掉，继续埔子溪玩去那边吃。真的现在想一想，那个番茄真的很甜的。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可能规规矩矩，其实我们小时候自己想一想真的是坏蛋一个，不是跟人家偷采番石榴，就是爬到那个仓库里面，把人家那个坏的桌椅拿出来，那个烧火控油，然后被人家在管理组长在后面拿着鞭子打，后面追到长大。我们小时候，我们心理上有时候想一想，我心里真的好坏我是一个坏人，这么坏。那有时候那时候都觉得说没有好玩而已然后妈妈顶掉推起来讲一句，我不干了。还有我妈妈有打我，所以我跟我妈妈感情最好，因为她把我打得最凶，打得越凶，我跟她感情越好，因为是我不对她打我，因为每次妈妈打完我以后都哭，然后就抱着我开始练主导文。才做结束。我妈妈的惩罚不是就这样惩罚完，她会打我，然后打完以后会抱着我，然后我们两个就练主导。我们你听你背完你没行，读了也考我考，然后就结束。你下次敢不敢？你真的不敢因为妈妈，你觉得说妈妈比你更痛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撒旦的战争我们跟肉体的战争，我们跟世界的征战我们跟撒旦的战争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撒旦战争，其实撒旦要夺取我们的灵魂，要被赢过我们很简单他让我们什么撒谎言讲白贼那这个讲白贼呢，有当下白贼讲了久变真的呢，谎言讲多了以后自己都相信我现在突然想到那个卢正案，我说这个明明他们自己都承认，为什么到现在20年以后变成我是杀人刽子手？他的那个妹妹到现在还是一天到晚要来申请说是他冤一天到晚在喊冤。可是我一直很想问他说：“你不是当场听到卢正都承认吗？你们不是在监狱看他都承认吗？那录音带都还在，可是他们就是一直喊，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他已经认为他是他的信仰了，只要他喊冤，他就认为这是他的信仰。所以叫你蔡崇义，目前所有的这些法官，只有你还在上面。所以我们要觉得上帝用谎言用欺骗台湾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外销最多的是什么？以为是台积电台积电不是第一名呢，诈骗才是第一名。台湾是全世界诈骗共和国，台湾的诈骗技术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台积电还输他。台湾人就太聪明了啦，太自由了啦，所以想想尽任何方法去做坏事台湾是什么控告定罪控告在现在目前只要你电视一打开，所以我现在已经很少看电视了，因为电视一打开，你会发现到都是控诉这个骂这个，这个骂这个。尤其我个人我不管欣赏哪一个主持人，我在这里讲台上我负责的告诉各位，我虽然不谈政治，但是我对于师德的问题拿出来这样践踏，好吗？不管你认同不认同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彼此尊重的角度，互相欣赏对方，然后用你自己的能力来证明比对方的能力强来当选，而不是用负面的攻击，尤其攻击到家人，攻击到整个的家族。就说我心里会很难过说，上帝这该怎么办？我们台湾应该这样乱下去吗？有的人就是
你干嘛就阿爸？可是有的人觉得说我让自衡雅贺，可是不管是怎么样说，我们很希望台湾是个祥和的天地，就像北欧一样，他们选举就是很文明的选举。对他们来讲，从事政治不要花那么多的钱，从事政治是牺牲，所以他们几乎都是富豪在从政，做什么？在捐献，在奉献。我们要当上面的人，应该是牺牲而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位居高位以后可以捞钱呢。所以每一个高级公务员，还是每一个民意代表，比较高级的民意代表，他都很多钱，我都觉得很讶异耶。那为什么我钱越来越少，他钱越来越多？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撒旦最容易用的是什么？是引诱引诱你去犯罪，因为人是软弱的。那什么叫肉体呢？我们有很多问题，有时候不见得是撒旦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软弱产生的。那不是撒旦引诱我们，是我们自己肉体软弱。我们很想做这个事情，我们虽然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应该做，可是我们就去做了。所以台湾有一个文化，我现在在查这个文化，我就说为什么不能改善黑函文化？这个人要升官了，黑函就满天；这个人比我强，黑函满天。这都是匿名匿名有没有用？他只要里面10件里面写1件真的，那个黑函变成有用。所以很多人小事情就被最近台南一个警察在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因为他不给他的男朋友进来，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还在查，不给他男朋友进来，可能是问了一下，他男朋友就不高兴，就跟他偷拍一下，因为他去吃饭就看卡通。其实我吃饭，我承认我吃饭的时候我看一下电视新闻，我会，他就跟他拍下来，然后就去检举。说他办公时间在看卡通，你说吃饭也是属于上班时间，因为警察吃饭是24小时，他们是等于8小时一班，8小时一班，8小时里面有包括吃饭，所以他吃饭看一下，他们跟他看那个时间没有超过10分钟，结果被记过调职。我们如果黑暗文化可以做到这种地步，真的害一个人太容易了啦！各位有没有印象？一个人把多少枪械室有没有说把他中队长的职责拔掉，特别指明要蔡崇义跟王美玉出来帮他申冤。有没有查？告诉各位，我有查，还在查，不能告诉各位结果，只能跟各位稍微讲一下。黑函文化可怕，为了这个匿名黑函，已经换了3个中队长。真的要这样吗？我们人与人经常一天到晚写黑函是对吗？所以主耶稣跟那个彼得讲说：“西门彼得如果你兼顾自己以后记得要兼顾你的弟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自己兼顾好就好，不止这样，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好，要兼顾到每一个人所以最后跟世界上的挑战是什么？因为世界有太多的诱惑。我们小时候才好小时候要看阿信都要到消防局，因为只有消防局有100黑白电视。现在家家的电视一个比一个大以前什么叫做几寸？什么25寸、在32寸40寸、50寸、70寸现在还有100多寸呢。电视越来越大人心越来越小。我们什么东西都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欲望是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满足却越来越少。这是你的人生我经常在讲，我小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小时候都是很简单的，一个红仔飘可以玩的国小1年级玩到6年级，就是红仔飘而已。那时候有什么钱买什么钱，所有的玩具都自做的，2只筷子，说要把的得当拍出来现在在座的年轻人，老的大概年轻人哪一个会？一定要买那个玩具买了一大堆满桌这个玩腻了，又再买新的。可是以前我们那个用筷子做的手枪可以从国小玩到国中我是念初中念初中实在不应该讲，念初中年纪跟你们就不一样。但相对的那个时候才叫做满足现在的人的满足已经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所以
不是一个人的战争。各位要记住，我们要属灵的伴侣。我有属灵的伴侣，我身体很多毛病，我有时候很痛苦，可是我会跟我的属灵伴侣讲，请他们帮我祷告。我们从 COVID-19 那一天开始就在祷告。那时候俄乌战争又加上祷告，每一天都一篇，每一天都一篇，互相祷告，互相代祷，因为祷告的力量是大的。不要忘记，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阿们。你真的要相信，坚信，遇到困难，祷告，请你的属灵伙伴帮你祷告。有时候你讲说我在教会讲的时候有点丢脸，没关系，你找你属灵的伙伴，你有小组员帮你祷告。祷告的力量是大的。你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当时在传教的时候就差遣70个人，有人说是72个人，两个一组做什么？做祷告。为什么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是2个人一组？所以这个2个人的一组的圣经教导，很多的异端教派反而在使用。你看那个末世信徒教会，我们说摩门教，都是他们不去当兵，2个美国人就骑了个脚踏车，2个人就出来讲道，他们出来传道，他们非常热忱。你看耶和华见证人，他会敲你的门，慢慢跟你讲。你看那个全能神教会，两个会去家里找你，跟你讲圣经。他讲的比你还熟，但是后面的他就开始扭曲整个圣经。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属灵的伴侣，属灵伴侣做什么？帮你祷告，属灵帮你作伴。我们看到很多的牧敌，很多的传道家，就像牧敌这么有名的布道家，有一天他在做礼拜，他在那讲道，发现就是坐在那边有一个姐妹，一直低着头，一直念，一直低着头，一直念。他说我的讲道很吸引人呐，怎么会碰到一个人一直低着头，一直念，一直念？等他讲道完之后，礼拜完之后，他就走到那个姐妹那里说：“姐妹，你不喜欢听我讲道是不是？你不爱还一条刚得哦。”他说：“不是，我很喜欢，很喜欢。为什么？你说闭着眼睛一直念。”他说：“没有，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说你今天所讲的都是出一生的话语。”不提一听哦。跪下来就跟他一起祷告，说错了，错主啊，我错了，我实在不应该，我错了，我应该完全遵守主的话语。从此目的的布道更具有威力，更具有圣灵的充满。我们有属灵的同伴呐，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他带他3个最心爱的门徒去那边祷告，就主耶稣祷告汗流满面，到天使都出来安慰啊，结果那3个人睡着了。我们有时候经常是身心愿力，可是肉体软弱，心理甘愿，身心愿力，可是咱肉体软弱啊，咱想要做，咱无去做，咱想无要做歹，咱反转去做。我们不想做得好，我们想做得好，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想做的那些坏，我们反而去做了。所以我们看保罗先生在他的书信里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帖撒罗尼迦，在他的书信里面，那个叶长老跟我们带的，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有时间就留下来。叶长老几乎每天都读圣经，他真的一定比我好很多，而且他都用圣经的话语来劝勉大家，这是最美丽的话语。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你可以发觉到每一个字、每一段，几乎都是珠玑啊，都是最美的话语。最鼓励人的话语，任何一个大文学家都写不出来，那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又有属灵的伙伴，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难道不能警醒片刻吗？我的属灵伴侣希望能够跟我一起征战啊！”所以保罗先生在他的书信里面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心灵愿力，但是肉体软弱，但是心情甘愿肉体能降。各位有没有想到，是真的这样啊？你自己想想看。六到下干嘛讲？不要讲别的，今天下雨呢，今天要来礼拜。如果你是确诊被隔离，没话讲。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点阅率，我稍微看了一下，特别高，表示上个礼拜很多人没来做礼拜。确诊吧，我们有5个家庭确诊的看5个家庭就几个人没办法来做礼拜，都不要紧张啊，快解封。可是相对的，今天下雨台风要来，我们还是在做礼拜呢。你想想看，大家回想一件事情：
我有儿子有女儿，我女儿又生了2只猴子。我不想别的，我每次只要想到他们2个，每天一定要看到他们2个，我心里才会觉得很平安。尤其我太太经常问我说：“照片有没有传来？照片有传来了没有？”因为他们已经现在，离开我们，也就是搬到我们的附近。我们住在建潭，他们搬到芝山那边去住，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传他们来。就像昨天他们叫做舞台表演，2个在那边表演舞台，我们就一直看。我这就。有时候你的儿女是每天见面，可是你还是会想他。比较晚回来以后，你都说他今天又怎么搞的？佑利啊，怎么我看到佑利，佑利应该4点就回来了，怎么到12点还没有回来？每天都在想啊想啊。子女，你想想看，你对子女的感情是怎么样？他的喜怒哀乐就是你的喜怒哀乐。我经常讲说，一个人啦生，你大讲李正龙讲伊外生了，生之间有牵绊呢。我不相信各位没有牵绊，只有你一生下你的儿女，那就是一辈子的牵绊。一辈子你随着他的喜怒哀乐，你在喜怒哀乐。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用主的话教导他，让他走正路，一辈子不偏离呀。你用上帝话甲教，或一世人有主家三甲地地，伊都袂偏离呀。所以一句最重要的代志，要跟咱讲什么呢？我们有在做无？我们呢？我们真的是为主工作，而是礼拜天只有来礼拜而已。其实我从这里踏出去，才是真正行道的开始。从这里踏出去这一步，要人家知道你是好的基督徒。我现在觉得很欣慰，是我们监察院开始在改观。没看到我看到我说他们是，比如说我们院长是灵鹫山的那个拜得很虔诚，可是看到我就说：“你们上帝有照顾你啊！”几乎每个人遇到我的问候都是神祝福你，上帝照顾你，你们神会照顾你。然后我们所有的监察现在氛围开始有小组了。虽然我中午没办法参加小组，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我中午没有躺一下，我没办法下午没办法工作。可为什么现在他们没有人打压他们，而且人家认同他们？他们这种基督徒，最起码基督徒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是好的。所以反正很多人来找你，心里有苦闷的时候来找你，这有时候会丢下一句话：“蔡委员，你别敢讲嘿，但是你上帝敢足厉害搞我祈祷，你那叫做祈祷嘛搞我祈祷，替我祈祷。”然后隔了几天就跟你讲说：“你有替我祷告我觉得很好了这多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两个人啊，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嘛。这传道者跟我们说的，你看我们的那个彼得跟约翰到美门去祷告，是2个人哦。所以看到金银我都没红，只要说基督名，我和你起来行。看到那个不能走路的，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不是奉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走。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让他设了第一天叫做腓立比，今天我们念的是帖撒罗尼迦书，那是第2个教会。进入那个马其顿，就是进入欧洲他第2间教会。保罗先生啊，到腓立比第1间教会就被抓走了。被抓走以后，他们2个还在那边唱歌啊，跟希拉2个唱得好高兴啊，整个人都那么痛苦，只有他们2个好高兴，有伴啊，互相勉励，互相唱歌，唱得高兴。所以属灵伴侣很重要你找你的属灵伴侣耶，你也可以是你的太太、你的好朋友，就是那个属灵伴侣有什么心事就跟他讲，跟他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要把这个再翻转过来，或者真的很重要。我们让整个教会翻转了，那个征战好的征战，跑当走的路，守所信的道。那每一个人相信我靠上帝，因为顺服上帝，得当抵挡魔鬼你定比魔鬼较大嘛？会当这种魔鬼，你看乌克兰，本来乌克兰是不堪一击可是俄罗斯这么强大的军力，他们抵抗了7个月之后，开始你看反攻收复了。可是收复到的是什么？你要看，整个弄起废墟啊！所以本身俄罗斯现在要征兵，可是我们发觉到有一点怎么样？战争的形象是流血、痛苦和死亡这是托尔斯泰说的，因为托尔斯是俄国大文学家。
他一辈子，俄国人一辈子都在战争，人家说他是战争民族，其实战斗民族，其实另外一个角度，俄罗斯一辈子都在打仗。但是我们相对的，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什么？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如果一旦得到和平，那他宁愿战争。咱今日形成的目的是什么？为着工业免流啊！所以咱甘愿为着工业免流，咱来加魔鬼修台。所以美德是一种战争的状态，我们生活于其中，就常常跟自己斗争。一个人的战争，那你先赢过自己啊！再利用不放弃啊！时间关系，我不要讲很多。这个大家都知道，乌尔尼克是个牧师的儿子，生下来没有手没有脚，哎呦，上帝，我这么爱你，怎么给我生这种小孩？可尼克现在很高兴，因为尼克做见证，一大堆人听。所以我们看到什么？那个长杖奥运的冠军里面，2只腿都没有，用那个整个那个装上那个义肢，就短跑的义肢，得到世界冠军呢。我们所看到的是征战好的征战，我们要当跑进我们的道路，要守信的道，要守信的道啊。第二项，地球上面奖项有工业免流啊。那等下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对不？就是很对诶。那跟他讲，享受要享受，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有时候短暂的痛苦会带来什么极重的奖赏。刚过去。你不要那么痛苦，因为你的痛苦有时候是折磨自己。你要相信上帝，交托给上帝，上帝会将那罪替你减轻你的痛苦啊。所以那个这种短暂的痛苦是为要让你得到那更大的荣耀。所以这句话我就耶稣讲的，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你发觉到现在我撑不住了，忍耐，信靠主，你会必然得救。所以相对的，我们生命的冠冕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因为你经过那些试验以后，你会得到生命冠冕。我们每次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说，你是用年终的免流，年终的冠冕为我所经过的这一路都有高油在滴着。上帝照顾你一世人，只有你我可以啊。这个冠冕现在是荣耀的啊，你会当得到荣耀啊。所以咱看到的时阵吼，这个人，各位可能有印象 ，Dick 跟 Rick， 这个人吼，这 Rick 从细汉的时候医生来讲啥呀？脑性麻痹，头壳个脑性麻痹，四肢麻痹，也就是说四肢瘫痪。这个人刚关节叮当尔，嘛就会黏尔，虽然拢袂叮当。以前讲甲放弃啦，他们美国有一个专门收容那个福利机构，甲当一下啦。他跟他太太讲说：“没有，这是我们的小孩，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好好爱他。”结果他带去大学研究，大学研究说没有，这个人已经没有意识，大概他只能够跟人家沟通有意识。然后他讲到说，既然要沟通有意识的话，我就带他去跑什么马拉松。结果他从小就带他一直跑马拉松，一直跑马拉松啊，从小一直跑，他甚至跑到比世界纪录少35分钟而已，就这样推着人家这样跑的，但是推着这样跑。可是每次跑到终点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小孩子眼睛就会一直眨，好高兴的感觉，他觉得这值得啊。所以直到最后一次在波士顿大赛，那时候刚好发生爆炸，结果因为这次的爆炸，他就没办法参加。他参加了几次？100多次，几年？30年，跟你一起跑马拉松跑30年，跑了30年，参加了1000多次，结果波士顿的那个委员会就在波士顿那里跟他立个铜像，他现在过世了，80岁。我们要知道，每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持续不懈。疫情趋缓了，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的造会小组、幸福福音小组都开始了。让我们开始征战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去打这美好的仗。我们拍在征战后的征战，我信所有主你应该和完的，我们守住那我们应有的道路，这样的神荣耀的冠冕会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你。感谢主的荣耀，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主，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人的征战，而是跟主耶稣同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
请咱起立，要来吟圣诗590首，圣诗590首，记好朋友就是耶稣。请大家做伙来吟台语的第1甲第3节，华语咱嘛袂咧唱一节。记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加我烦恼。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是我常常失落平安，我所看如愿无事，这是对咱的有启示。要用华语来唱。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利能将万事来到主恩座前就，多少平安屡屡。相思情，来到主恩座前就。请坐。这时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书献的这书来服侍。请大家起立来唱奉献的诗。
请坐。刷落咱的公道，现在呢，咱要为着咱周报内面写的一寡事项来公道。首先，咱要为着咱教会姊妹李慧茹姐妹，伊要伫10月2号前往美国西雅图，请为伊的女đồ甲伊查某囝即马伫美国这边生产的平安顺利来代祷。咱也要为着最近伫花东里面发生地震的受灾户来代祷，求主安慰，并早日能够重建台东这次地震的一些家园，并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那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的毛秀君姐妹，她最近就是脊椎有滑脱压到神经的现象，那我们为她的病痛来代祷。接下来我们要为了萧佩如，特别是萧佩如姐妹家里全家归主来代祷，还有他们的家人林恩正、王香婷、林恩平、郑祖友、林雨成、林雨谦的身心灵健康来代祷。那这此时也特别请各位会友，就是说我们为我们今天孙辉弟兄今天来到我们这边，我想他也不是不想来，但是因为教会一些工作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也把他的工作的事情放在代祷里面，然后也为我们今天特别看到，就是我们之前侯东立弟兄有参加过他的那一个告别式，可以看到他一个孙女，可以麻烦站立一下，就是拉小提琴的那一个孙女，今天也来到这边，那他也在就学当中，我们也等一下为他在学校的学业功课来代祷。那我们也今天希望能够为我们，好像后面这边也有新来的会友，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教会。那个小丢乐边啊，新的会友就说他，新来到咱教会，那我们很谢谢你来到我们教会，成为我们的亲人。然后我想来到这边，感谢主，你带领他们来，我们希望你们成为我们的亲人一样。在我们教会会友，我们等一下也为了他的事情，虽然我们不知道他需要我们带到什么，但是我们把他的祷告放在我们祷告里面，好不好？那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我们起立来迫切来代祷。
思念万里路，思念万里路，就是万平安。请大家有缘徛伫，咱要吟上吟圣诗388首，因光归圣父上帝。上吟煞，咱要请林牧师来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别倒，咱来闭会。闭会完以后，咱会做报告。这是咱来报告。首先，报告大先，咱要咱今日伫讲道中所用到的两圣经节，咱首先要用台语来念一解，大家到尾啊，咱搁用华语来念一解，请大家对我做伙来念。我已经真正先进，已经尽头走的路途，已经手所行的道路。啊！你有伊的引流，甲我未办的地，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是伫迄日要互我，毋那互我，也要互见那希望伊显现的人。过来，咱用华语嘛念一解。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他的人。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过来下周主日圣经论德的咱的当讲，恁大家来注意，来备办心，来准备这圣经。过来，咱要来报告。首先，咱要今日要伫咱报告当中吼，要颁发今年110学年度第2学期的晋升奖学金吼。所以等一下，侥幸今天有出席有念到的人名呢，先就到我们前面这边来哈。然后我们现在目前要念的是第一个国小组的话，严思恩有没有 ？OK。那接下来赖佑任，好，赖佑任，好到前面来。然后再来就是国小组的周瑜恩，还有许耀没有来，许安。然后国中组的罗以琴，然后那个还有个是
那又鱼又来哈。那鱼的话，那是不是那由爸爸来带领？哦，他弟弟啊，弟弟帮他带领。然后我们请那个牧师是不是帮我们颁奖？然后顺便。这个小朋友哦，今仔日转去无啥共款哦，因为咱知影开始拢足细汉，都是愈来愈大汉，大到后摆拢叫咱大家坐下来，咱常常都爱坐下来吼。所以咱就是朋友咧做工的时，咧读册的时，咧拍拼的时，请咱会记得，咱就常常甲伊三甲弟弟，对细汉行到大汉，咱。毋若伊好，咱大家大大细细拢伫伊的祝福，所以愿咱大家用即款的听，常常到伫遮囡仔面前，伫教会内底，咱用听来得到上帝祝福。来，咱三祈祷。慈悲的爸，听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即个时阵，阮真欢喜，会通带小朋友来伫即个所在。来表明伊伫即个年来读册，来得到上帝恩典甲祝福。主，阮感谢你，当阮将这个事搁一摆交代上帝，愿上帝引带祝福，互这个朋友大大细细拢通得到祝福，来荣光上帝圣名。若不将这个事交托上帝，愿上帝祝福因。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不尽。阿门。稍微上下，好，我们再鼓掌一下，鼓励他们一下，好。咱祝福这个囡仔，刚头拄咱牧师咧讲的。真细汉，咱看到大汉，这是咱教会的新生代。咱祝福伊，嘛希望因继续伫教会内面渐渐的长大。敢若咱唱这即条歌吼，真细汉，伊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到老到大汉也是相共。过来，咱要报告的是，咱今日礼拜完吼，有人有小组的分享吼，所以照旧组的话是在4楼，福音组是在1楼。啊，过来就是咱今日下晡点半吼，会召开定期中职会吼，请中职吼准时来出席。啊，过来就是今日的妇女及夫妇团契吼有聚会吼，然后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蔡姐妹吼分享，就妇女与初代宣教故事吼，宣教故事，所以邀请我们兄姐吼一同来参与。那过来个是咱本周五的话，9月30号晚上7点30分的话，我们在咱美女姐好的府上好，那我举办追思家庭礼拜，邀请兄姐的话能够参加。那地址的话，在我们现在周报里面，大家可以自己来看。再来就是我们那个10月16号哈，有金山区的中角湾的海滩净滩活动哈，所以说已经报名的那个上礼拜有报名的那个。兄姐的话哈，请把那个报名费就是200块，能够交到我们肖佩如姐妹那边。再来就是我们10月的长职的话是叶基安长老跟宝轩执事哈。然后再来就是本周的那个新眼光的读经进度的话，这边大家自己来看。那报告的部分大概是以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行平安礼。那我们大家起立。
来跟我们的旁边的会友来道平安。